50年来苦用功，费尽后世雨花龙，相怒人兵与你读书，每逢可记必良顾客，立刻受此名落深山，不知这个一口阿与不忙个嘞。啥人？山东济南尔东新城对面一个平安的病字叫陈平，今年58岁，连年岁不大，随进京观看，看看不中，回走去门对门的读3年，再来看，再不中，回走去又读3年，又来看，介绍牛不中。实干一大一大的课，但今年一口不收啊，已经开至11大半个人。那有个半大的，这个一年大比之年里，进京观看，半路拉下，碰上飞地，等到飞地个个倒闭了。可记已久，所以手里个半大的一个，今年要进京观看，请求朋友高些才可以。生病啊，非要看噻，一中了，来再中，不中了，看子也不中的。生命是法，再有58岁，再让我看一道。但61岁嘛，我话太虚，看不懂的。那么是那个半受动的，请求人家再帮帮忙，不来过上2道只要加分回来，只要回嘛，再只要不难，你多只要不回，你一个动地说上话来，那么生命是实干。我死特子了，你到中央买的上定西部来花不了那个，那么该趟都谁当我死特？你都的上定西部东的，还是像信用卡是讲预支些支不了那个，大家听听慢慢难过，说那个再让你看一道，拼拼脆脆。50两银子，让生病大倒闭了，因为各地动地才是这样的嘞，用每一个地侪有等等分量，行到比量神儿了，一个写个客人，客人么写周把灵光，高升客人，高升和自是高升。那里向一个顶顶是一个钱房给生病死定下来，一牙一狗实际来在都亲在生病刚刚起来。哎，正那个当口对面房给带出来个人，上人侯光金嘴陈世美，李德是第一道来，听了被张三阳叫人，是对面钱房给生病神相公来自大周子。必定经验丰富，所以特地来请教经络。现在到门口身体立定，没客气。哟，中兄一听，中兄懂啊，500年里共一家，还是尔东新生。哟，神兄啊，中兄，来，请受呢，耶，受。神兄啊，是，请问那个太夫是双称师妹，师妹，师乃是欧世纪唱之师，妹妹两手记妹之妹。神兄大要绝了，要绝，都是中兄。请问中兄要哈？还是奴啊？是啊，
平地一身来个病呀！哦，好极了！沈兄啊，是，想必你这趟也是进京观看过。是啊，为了功名得地得此，俺看只几道了家。对你毛毛出眉头呀！看功名总一大嘴狗子呀，还是来自几堂？哎，众兄是哪里话来？小弟乃是初次得来第一站。第一道是啊，不为中的，那么我12到半分钟的了呀！没喊，队里的种生配一看嘛，大概是富二代。沈兄啊，众兄，你屋里向大概思想们的哇？这个面孔勇，说的说不得个错。屋里世代富农种地的，现在讲起来无才教究啊。那么师妹啊，你尽管是孩子不虚荣心倔强。众兄，像三弟家中嘛，乃是像门第呀。思想们，是但愿此番进京改考，得中功名，已能给光宗扬州，小弟随开此一战。谁可改一道人？是啊，各种毕业后你踏得着个，翻起处理眉头谁力气？没哈，一定能够金榜题名，一飞冲天。多谢众兄，众兄。想必众兄在这文章之上已下过一番口功的吧？生病还把你们都读书那个经络啊，眼里都要落得落。沈兄啊，是不能得，为何啊？我个读书打读两样个。读么总要定，读么总要学。是啊，为一个种上学你那个只花队，我个读书啊，娘头胃里想出来2只脚杀子弟，能拿脱这个块石布，谁读书个呀？沈兄啊，众兄。我50以来，啥个忙啊？我们站一呀都分站，我们3更半夜非人困。到天明，我一起上。我们春季里大梨花开，幸福过；夏季里金丝夺得来后日。我们春季里等个忙季子送阳日，冬季里晓得个文章水东江，我们忙来忙去。忙的上，我们为此功名落忙，我们为此功名谁人口，路有点点。
苍苍，为一金看山。我们为子功名谁人口？难可楼。是妈妈发苍苍，是亚东夜里口啊，我提起功名还没强。哎，我做了独子50年，孩子生意大不多。哦，作孽噶，读书还读50年，看生意大半噶，还是让我安慰安慰的吧。钟兄，神兄啊，我想两好80中双牛，你与两儿相比，这年纪还轻得多。哦，这个读书人，哎呀，会讲闲话，对官两个80中上女，我58岁，搭里比起来，我小弟弟嘞。哎呀，这一下神兄啊，是那个实话是不错呀。哦，两个80中上女，我58岁，年纪还轻。是啊，但是你不晓得，该趟我来观看个的本事啊，才是西不同的，估计这不能呀。等些大家犯罪啊，是提马酒，是对作孽噶。啊，钟兄，我看进口必定能够改种，进口必定能够高中的。神兄，以内进去，以内进去。哎，是。哎呀，神兄啊，钟兄，可以讲竞争。是啊。但你故事温热，公口吧。是，言之有理。积水子小弟当是两路来送来，不要想送，不要想送，让陈师妹回答王改温热公口。神兵行门对门脑读书，神光梅花赛义考比，今朝是放榜的日家。搿点读书想一步勇敢而立，气口放榜，按才最广分，神兵分起，不想起啊，想起为啥不起？不敢起呀！生意大半再不中，搿个理想行不如人呀。搿么你不起呢？该困没困，该玩没玩，不定心呀。辣客厅老向对来夺去，身体受定，后一股拿了手里向，海带滋啦啦吃后衣，眼睛闭拢，看上去像闭目养神，实则瞎子子个耳朵。拉听外头个声音，啥个声音？还有啥爆了动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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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爆得来个声音。那么陈师妹呢？现在吃房间，还预备去看放榜，心里不低还不晓得阿忠打进新儿客厅一口嘛呀，神兵啊！那一个字来给打，也没提了一台去看吧，一进过来讲一声，哟，钟兄。钟兄，神兵第一声分听机，第二声接压分听机，啥的思想是种在了听外头，使得第三声声音嘛八个字，那么听机。哟，神兄啊，钟兄。你做啥家？为何一人在此，不去开放榜呀？神兄啊，不要气灾。为何啊？今朝是放榜的日子呀。是啊，人家啥个？那么非衣裳没擦破，脚没打通。中了，不可还中的。不中了，
口子也不中的呀。哎，反弄的是讲绝吼吼。哟，对子来先生，哎，这两句话对改。哦，众兄言之有你手娘一手，两家的手定下来，海话不出色。别人家不晓得打进来一看嘛，像杀狮子这样一对，实质在那听外头包罗洞的声音。来者一旁楼声悠悠而近，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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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梆
哎呀，哎呀，来着喂！哎呀，来着！有闻得18斤啊，楼身，等死我生病心头是楼分分，听那楼身细细震，一震到底门亮来我。谁在这白龙年？哪来我今以我大回故里，让我门口的呀十几个给门的白脚母，无意间为一马几个叫叫滴滴叫叫，情意下的来不真婚。我为呀西几走个美家生，两个妹子来亲相邻，欧华五个八夫生，服用个七贵。还因子生，哎，那么侬种在，嘿嘿，种在，别靠我楼身分定呀！一帮楼身一进而有，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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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呀，哎呦，不灵哇！哎呀，你分定哇，老孙谁有？一军狗的门，两来我守护的公民，我这老实生为是个老实生，哪来我真的是几个？真的给门庭，真的白家母，真的无意间，真的马几个决的情义相比，来不真能混。我为呀，积什么走，下什么身。什么夫人，亲什么乡邻，我只来不对，一张送在比两身，嘿，我就是那是也我就是说我讲楼上一来着，一帮楼上梆梆梆梆梆梆梆，本路人在此地高声靠在门口，喂，老板了啊，老板了啊！哎，我就是老板。哦，你是老板啊？老板哦，那晓得有点难改。你到此地还有位神仙公啊？神仙公有关。哦哟，神仙公各种在，真的。来，跟我们来。我还看。大胆理想，小客厅一口门，吃食。
杀死之上一代两栋百户天上才心而动人。啥人家？神兵分，神医大不在，也中来在中在。大概神师们年纪轻何文汉，是一经代理之人。那，这个谁是神的？哦，神相公，谢拜恭喜后喜，山东之路神兵神没，那山东济南神兵，老给的，也是快摆出我人了哇！啊，重新来个，谢拜恭喜后喜，山东济南神兵神相公，各种第七名，今日啊，没，那也没了啊！你再来一遍，我有年头噶啊！哦，那么重新来个，谢拜恭喜后喜，山东济南神兵神相公，各种第七名，今日啊！啥的？上铺个理想进去，改个理想出来。50年想得个公民这个理想胜不过，中了，干啥移动的嚓啦，该得也会带乐器的了，就说眼睛发定，只会看前头呀，不会看两边，而且小声啊两呀。重在，金棒，得终于花。一飞冲天，我上举手，伸手为结果做老弟，将老辣我神兵，老云的好痛，身比当年的将他攻。娘子啊，我的娘子啊，你们为我人民吃子千百口，我们为主来，要进来三杯上牛红。拿来我可以即将攻，能给几走中哦！他一身粗血，一身。多少年，为了公民迷了心，好定义话二人血，害人毕竟是公民。片头结束，请听我道。当不好法务官员，等到官员下海们，赖太太规则里的穿向，一头的不留去供奉。
当然是开心呀、嘿嘿，崔香啊，那么喏，今朝好大的成功在，两高头一路过来嘛，实得不灵。现在孤营已经攻克，当然踏上一步。哟，崔香姐姐，是我一哥哥。说说谁来顾客？小弟这孤营挖得口哈。是。崔香眼睛过来，但孤营向前头一看，哎哟，胡大一汗啊！但是再一看，哎，那孤营菩萨搿只面孔熟得来，我想着认得个哇。仔细一看，哎呀，不是不认，像啥是烂塌塌的面孔哇！边浪向个受罪同志分明画个哩自家，龙女搿张面孔当我一时一样是我哎！哦哟，那个胆子大得来，拿男女山高头画上去着你。啊，哥哥，姐姐，你这孤营挖得甚好？什么美哉？这孤营恐是太夫人。哦哟，啥把你看出来着？既然嘛是太夫人呐，是噻，你是哥哥吗？乃是兄弟，这龙女可是仙妹呀？乃是你哈姐姐呀。哎，哥哥，你将我们三生一同画在上边，这却为何呀？姐姐，你有所不知，想着其中那欲购大礼。好，什么道理？你看啊，这画图上面的兄弟们正在被巨太太，你在举他什么？我巨太太可能将你姐姐生与兄弟还都有那花作啊。呀翠，哦哟个面皮烂得来，侬自家变作受罪，搿么喏，今朝我就这样个受罪呀，气谢哩。啊，哥哥，姐姐，谁敬仙妹与公上礼在此，好，请公公对谁下礼？请姐姐上礼。我这上礼，既总受罪，嘿，为何受罪？为不受啊？这哈大人美罪。用香。哦哟，崔香啊，你手里调皮吧？这样子个上帝呀，辣浪欺骗我。意思啦，我拿自家变作受罪，那我这个受罪一点点不受的，专门去门里他终身。那么我拿啥个做狐狸呢？不要紧，还是拿你变成功龙女。那么呢，我就拿个龙女来做个狐狸吧。当然一帮高友，可是对个部狐狸是不费吹灰之力。姐姐，兄弟对谁？请讲。名称龙女，应该龙女二生龙。是哥，为何你不爱我这神龙？加开呀翠，我有个好文喊得来，南京的分动个狐狸马上对出来着呀。虽然我不相信你是唐伯虎，但是看你对个狐狸，你画个观音头，可是看上去比个唐伯虎还要憨喂。搿崔香是哪位人啊？面孔长得羞红，头有神丹，不像。姐姐呀，兄弟为因姐姐三相旅人，美声大志。今日在此法律之上，父王姐姐也定托终身与我。是哥，那个你们是一直讲事实是我，一郎们我太终身子，我来这说个这样终身大事，我哪可是随随便便托不你呢？
虽然我崔香是个丫头，但是我出身不是丫头。我个样是后领，我是后有千军。但是后来家大中落，我还是没办法了，来做丫头个呀。搿你叫我私定终身，搿是我随便哪不肯的。搿么这个，让我再来求求你吧。啊，公公，姐姐，小妹大爷，相求公公。求我什么？上一代，一世主人千公恨，最为对义不逆身，予以精神一心，奉穷有何内地？小妹求公公，暂时为主公守，八洞上京，出自为官。这迷在自己，该做地塞下死。崔香了让巨人我在，关键我惠州书记以后要用功勤读，将来还能够尽可让太子公民永中一族。崔香啊，我是为着你了，给大地来做奴才的呀。老实说，只要你侬终身托付我，我当你明着马上回书记，绝对不会荒废自家的学问的。哎，姐姐呀，是。只要你将终身顶托于我，我们两人明日立刻为之后门闭了。哦哟，求也求不行，为郎顶来之我呀！哎，公公啦！你的含蓄比含蓄。崔香啊，你是我为子呀！你当我当年脑袋当初搿种轻薄大货，所以进来是讲受杀不许，没你他终身啊！不是个呀！正因为你温顺，所以我堂堂一帮家女，心有的给他来做一个地下头人啊！哎，姐姐呀，想你你是一朵名花。你家临此地，刚刚一般之地，谁？为亲亲拍屁股手进水地，为亲亲对卡相门不高许。为亲亲神神许万内，为亲亲侍奉两道对。
姐姐呀，都是为了你呀。哎，哥哥啦，我与你们分给谁？风马女。你枉用心机，空思美。我劝你也有那死去死来，梁上一这你莫有那相亲相见水中你可明白非？哦哟，翠香，你说的有理的。这样子豆腐的诗句，那让举行哦。为啥我去和这个梁老乡的儿子就来样吧去样吧，只要反起他的亲情，可当然难反起了。哎，姐姐呀，你是哪里话来？我三妃丫头陈君子，不够生命，把你说女。哎，公公是哪里话来？啊，是一件小妹妹，哎，还有一笔。哈比什么？我何必那当空，还派兵军战？哦，我与何必虽得不得你奉法推？哥哥啦，我与何必金中花恰是以内之，何必那黑中你否去下井给你是口是哦哟，佩服，翠香啊，你拿自家比作四样么子，意思浪向你个身高重得不得了了海，我打里不会成功的。你拿自家比作天浪向搿个月亮，你看得见拿不上；拿自家比作山头浪向个盘头，3000年开花，3000年结果，你推不上。为拿自家比作镜子里向搿个朵花，你看上去漂亮得不得了，但是玲珑却水本事再大啊，你二夫。再拿自家比作汪洋大海当中一条金啊，你随意哪行钓不上。翠香啊，搿个世界事体你难得到别人啊，嘿嘿，但难不得我啊，姐姐呀，是想这世界东西么呢？哎，我在此想啊。我是丞相岳公把戴归正，后举下岳谁为宗？来，读诗人总功名叫受功
指挥。我大人已经是一帮高牛，那么崔相啊，我理到我俩里向个只规划已经按下来着，那么那个我俩不是老早就把我拿着着，那么那是谁在浪向个半大腿夫上，嘿嘿，与人推上膝盖，我也要带你东方朔，西大不大一口腿。事实当年个东方朔曾经拿西德浪向个盘头推上，那么我当然要打里呀，还要拿着盘头去推上的。那么那是今次里向个都和安福吹响啊，实在嘛啊都该相近中那有西花山。花在今为来，今次里向个花是外头个花摘进去的呀。我是要弄外头个花，按下来嘛，搿里向个花不是柔柔，谁把我按上着？那么你是汪洋大海当中搿条金啊吊不上，吹响啊吊得上盖。将我答应都把我的子后日今啊不让给读诗人中上牛叫读真儿的。老实说，我当有上牛之才，只要将来我中上牛，那么搿条筋啊，不许把我吊上着。不过崔相啊，搿十两口气来，你对我打不好搿个心肠，好像啥疼硬啥地着啊！姐姐呀，记住你心上。许天石，不给人生下来把心累。那为了什么三些旅行呢？我们来再说个我个三些不意思的呀。哎，公公，姐姐，我的三些乃是风雨。哎呀，啥么子啊，崔相啊！我大致这些辰光，你为了让当我说，你搿个三些是不意思的啦。哎呀，崔相，你别累啊！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是恨不得搿口心还能给挖出来，把你口口呀！哎，姐姐呀，倘若你们紧张，不为我三生有，必怎样？非不一世福命。姐姐呀，倘若今日你不肯顶托终身，小弟我心有双死在你姐姐的跟前。我就崔相也好个了，一心西路之问。哎，哥哥，我要死了，使不得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哎，高给，哎，你一死嘛，奔过去一上水死着喂。搿唯一打起这个高字，分明了哈哈我喂。搿么呢？阿姨是时候。啊，哥哥，姐姐，你当真也死吗？当真也死，狗鼠也死。搿让说讲他搿种啊，狗肉也死。今生谁知，哎哥哥也死，死得甘心碎碎，不也死在此地。哦哟，难得很个哇！上个月星期六，你去玩不来去噶？
姐姐呀，小弟为因姐姐美声大词，是虚情可措。不妨姐姐为是顶托终身，与我是公。哎呀，那么那弄法呢？你王个见我托终身，是啊，见我托终身。不过想想你为子我的确是一片痴心。从手追跟到父亲，为一马身金相夫走这个童儿，搿点辰光下来，口头却是不舍子。搿么我猜想呢，这点爱点总归要搞小官人，而且相夫的规矩，我对只能搞不童儿。那么你呢？是相夫童儿当中最狠的一个，搿么我夫妻搞不离，搞不啥人呢？搿么是啦？今朝谁让我那个终身脱不离吧？搿么是猜想脱终身的年头阿玉呢？玉子来在玉子，搿么你少上花呢？哦，搿是你扛得有嘞。介绍扛了个小肚子理想，现在猜想当庭之意，托终身的闲话，从小肚子理想。来着，带喉咙开，请姐姐托终把你一下手头一浪震一上，下去噻。哎呀，姐姐呀，小弟为了你来到之前，你为是讲了吧？哦哟，对个，为是讲吧。托终身的闲话，重新从小肚子里想。吃喉咙啊，姐姐！哎哟，难为人讲不得个哟，牙齿上震一上，又去噻。姐姐呀，舍得令太夫人谁要来了？你为是讲了吧？哎呀，对个，再不讲，太太也来着喂。讲吧，猜想是鼓足勇气，托终身的闲话从小肚子里想。姐姐，阿弥陀佛！哎呀，当然是有啊！哦哟，那个老太，这不来爱不来，那该些辰光来，事体侪不难弄讲，片头到此结束。